好多哦，3杯梅子鸡，真的好吃哎。它的酱真的很香，而且鱼不会有那种腥味，是 QQ 的鱼肉。这样真是好配饭。它吃起来超香的。可是呢，西亚的中文怎么讲？这个鸡肉太嫩了。这几顿会当用大一只嘛，当用细细的吃呢。咱来加些物件好不？好啊，加加什么？要加什么？我加伊哩。这样我会害怕。今天有人找我来吃饭呢，但是不知道是谁。哎，那也是你。给他吸狼哦。你无该教我吃哦。没有啦，就是颜值担当还是要有。高升啊！很开心今天被喝甲邀请来吃那个小南坊。即日起的话呢，只要持喝甲的会员卡来这边消费的话，就可以打9折。但是呢，副餐饮品是没有在这个优惠里面的哟。很兴奋是不是？有啊，可以打9折哎！我是恁来吃水哦，我要开始吃。你哪会摸遐济？这几顿会当用大一只嘛，当用细细的吃呢。这么特别哦！咱来加些物件好不？好啊，加什么？要加什么？我加伊哩。这样我会害怕。辣度刚刚好。哇！就是很刚好，然后是香的辣。哦，料好多哦，我来试试。这个叫做3杯梅子鸡，很香哎。你有闻到？我闻到。咱这都连嘛想要吃啊。真的是3杯味。3杯梅子。酸酸甜甜的。哇，就好吃吼。跟初恋的滋味一样。我发现你是不是住伫阮兜后壁巷口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你是我的家后。我会留你心走。那是你要心走啊！我心走。真好吃。真的好吃哎。咱个需要猪呢，阮日本迄个猪啊。我来一个。猪吗？系啊。啊，你讲我猪哦？我怎么敢说你是猪？你是大毛怪。台语老厝。买来食，我买这个盒。好啊，互你食，你食看嘛。并且，无偷我走咯。食盒，你介鱼头啊鱼尾？鱼肚，鱼肚。沾这酱用少少。这鱼啊，足特别的呢。它的酱真的很香。你看这鱼啊，伊迄，而且鱼不会有那种腥味。对啊，而且嘛袂煮伤老，鱼啊煮伤老拢无味咯。它是 QQ 的鱼肉。对。这样真适合配饭。很下饭的酱料。你一直骚扰我，你不许吃。只能我吃，这全部都是我要吃的。你不要把我的梅子鸡变汤鸡，落汤鸡。头好痛。开始加，我先吃面的味道。
想吃吗？是会吃，看起来就好吃。它吃起来超香的，而且它是意大利的香料，青酱罗勒酱这样子。巴手青酱，嘿啊，透抽，这是透抽还是透抽啊？塔可，还是嫩西啊？可是嫩西亚的中文怎么讲？软丝。渣男。吃软不吃硬。跟你的身材一样，是一定要有嫩西亚的感觉，才会好吃。这个是套 Q 弹多汁。哇！好好吃哦！因为今天是长毛怪，不能吃。我的人生啊！罗拉，你就亲像我一个朋友呢。是谁？我的女朋友。好恐怖哦！你不要坏了我的行情啊！好多汁哦！你看下面都是汁，给你补一下。还是不要好了，我自己吃。没办法，看到这间餐厅这么好吃，能不让人想吃吗？被小猫了。野兽变猫咪。对。在我无发挥，你当作我喵咪呀！喵。好恐怖啊！怎么变猫咪还是那么恐怖？这个爱规个安尼甲抽落来。应该是要一小团一小团下去。是哦，袂当规碗哦。这样太大碗啦！你吃这么大哦。对哦。还是好食甲抽落来。好啊，该出来就可以免费吃吗？没有。可以打9折。我甲骗着，安尼我先来啃板贝。哦，红虾菜、人参、木耳、葱油啊。你上喜欢倒一项菜？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是干吃梅子鸡，因为它吃起来就是很香，有3杯的味道。上爱食，安尼我包给你食。烫死最好，这样你就不会出去扎别人了。你刚才我跟你一家做伙食，嘿，变做什么啦？变做什么啦？你是我的啦。惊死人哦！我大项拢真介意呢。如果硬要说一样的话呢？就是这个鱼仔的汤真适合配饭，你会当食5碗饭。哦，好脆哦。对啊。好吃，好酥脆哦。对啊。跟一般外面吃的不一样。跟你同款。脆脆辣辣。对啊。跟你的骨头同款。是骨质疏松吗？那我要多吃点了。我头疼啊！在干嘛？这是煮过的哟，煮过的3杯梅子鸡。刚刚是干的，然后我们刚刚呢，因为野兽它流了太多眼泪了，然后就变成汤了。野兽喜欢吃干的还是汤的？野兽喜欢吃汤的吧？我较介意我的女朋友较淡嘞。我等你来吃啊！这个鸡肉太嫩了，不能给你吃。喜欢 Laura 的朋友呢，记得订阅我的 IG， 追踪 IG。那喜欢阿行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去追踪他的台语老作。那记得要带卡来我们这个小南坊餐厅来消费，可以打9折。其实只要放在皮夹带出门，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啦。小坑家。好啊，那我应该可以放这里面，夹住这样，夹住。这招刚才让碰上。不行啊。Just a little change.
Even just the same, even I'm surprised. 我头好痛哦。